来看国立台南艺术大学协助民众修复对国外买回来的一出叫做《美丽宝岛16号美》的电影底片。影片是50年代台湾的风景甲工业的发展咯，已经修复完成咯，嘛来正做是所谓的档案。那么做伙来看卖。 不管是嘉南大圳车坎楼，或者是阿里山的美景，甚至台湾古早做糖的工业技术，拢互人完整记录伫1959年翕的《美丽宝岛》底片电影内底，互世界看到台湾英国车影。这出珍贵的16号美底片电影，原底收藏伫标准 Brussels 孙逸仙文化中心，最近互民众为海外买回来，经过台南艺术大学协助修复合数位扫描了后，正头摆伫学校放送。 那它里面的内容当然就是有点像过去日本总督府时期所拍的南进台湾从北到南的各个景点的一次巡礼，所以两个比较起来，就会发现不同的执政者对于这种影像的诠释以及叙事，会有他自己想要加进去的意识形态等等的。 这出影像40分钟，讲故事的方式，哪像日本时代1940年的宣传影片《南进台湾》，是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要宣扬中华民国的欢迎所翕的。自南到北，用影像记录台湾重要的发展状况。 我当初不知道，当初只想测试我那台16厘米放映机而已。其实我会觉得说，这种超过50-60年的这个版权，能够留在台湾，不会留在国外。 那至少说我们数位化，就是系统数位化以后，可以利用它的影片的价值，去对于未来的影像制作者，然后可以有所帮助。南艺大修复团队过去伫各地抢救济珍贵影像文物，推动卖单影片的保护理念，强调远景才是上重要的。这届修复美丽宝岛底片电影也重现50年代台湾古早车影甲工业发展状况，成功保留珍贵的台湾影片。记者综合报道。